係，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陳尚義。咁我係一位註冊社工，亦都係同行鳥創辦人，推廣精神健康。我都明白呢個其實係普遍中學生、大學生會遇到嘅狀況啦。其實都會係為功課而遇到煩惱。其實我喺中學嘅時候都經常會遇到呢個狀況啊，甚至乎會因為學業成績趕唔上而留班。咁其實呢個都係我經常會困擾嘅地方嚟。咁嗰陣我點樣去解決咧？咁其實都係用比平常人多一倍嘅努力，甚至2倍、3倍。因為嗰陣去到中六嘅時候，我就突然想入大學啦，咁就花好多時間去學業上，由朝讀到晚。咁其實只要知道自己嘅目標係啲咩，想得到啲咩，咁其實就會有個內在嘅動力去俾到自己會有個追上其他人嘅步伐咯。咁我諗功課、學業啊，都係其中中學生、大學生經常面對嘅一個困擾啦。咁喺中學嘅時候，我都經常會遇到呢個狀況嘅，因為細個嘅時候讀書都比較差，咁甚至乎會留班啦。咁好慶幸咧，其實朋輩支援咧，同埋老師啊、朋友都會幫到一個好大嘅幫助，咁令到我繼續去勉勵自己讀上去。咁甚至乎喺中學嘅時候讀到中六，突然之間有個決心入大學。當知道自己有個明確嘅目標，就會去諗唔同嘅方法去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。咁我會認為，只要目標明確，就會去諗到一啲新嘅方向去處理呢個學業嘅困難。其實喺中學嘅時候，由於我本身患過癌症啦，影響咗右邊嘅面部啊，其實都遇過一啲 bully 嘅事件嘅。咁其實一開始好多同學都會遇到我覺得我係一個比較惡嘅人，而唔敢同我去相處啊，甚至乎有啲誤解啊、欺凌嘅狀況啦。但係其實只要我哋願意去真誠咁樣去同同學相處啊，其實過咗半年、1年嘅時候，我都同同學相處都越嚟越好啦，甚至乎成為一個 best friend， 到而家中學畢業都會有繼續聯絡嘅。所以我會認為當然遇到 bully 嘅狀況會唔開心啦，但係其實只要願意去同人哋多啲相處啊，去令到人了解你嘅性格特質咁樣話，咁其實都會減少 bully 嘅狀況，會認識到一啲真心對待嘅好朋友。一開始咁，其實有好多學生咧都會比較少去講自己嘅感受，因為可能學校冇一個正規嘅教育去講情緒呢樣嘢。咁其實有好多學生都唔識去分享自己嘅情緒。咁其實呢個都係普遍現象，唔係單一事件。咁點樣我哋去分享自己嘅情緒咧？咁其實可以透過寫日記嘅方式啦。咁每日發生嘅事都會潛在住唔同嘅感受啊。咁其實我哋講唔到出去嘅時候，但係我哋可以透過寫日記去反思翻自己當時有啲咩情緒咧。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工具，令到我哋學識表達情緒，慢慢去由寫變咗講，同人哋分享。咁其實係一個循序漸進嘅一個方式咯。好普遍，香港都會遇到唔同嘅競爭啦。咁無論係學業啊，或者係職場都會遇到。咁喺學校，第一個就會係考試啊，同埋公開試會遇到競爭啦。咁其實好多時，我哋嘅競爭心態都會令到我哋去同唔同嘅人比較，就會覺得自己嘅能力高啊，又或者能力低，而去覺得自己失落感啦。咁其實喺學校呢個環境咧，最重要係發掘到自己嘅優點缺點，當然缺點要慢慢咁樣去彌補翻啦。但係優點都要欣賞到自己嘅優點係啲咩，慢慢咁樣精進出嚟。呢個社會冇個個人都係單一方向去做得優秀嘅，反而我哋發掘到自己嘅優點嘅時候，會知道自己有啲咩做得優秀，可以點樣去幫到自己、幫到其他人、幫到呢個社會。咁又會令到我哋更加可以喺呢個社會上生活到之餘，又可以貢獻到社會。網絡世界咧，其實都經常會遇到一個競爭啦，會睇到其他人生活得好好啊，會覺得自己
點解冇其他人咁優秀咧？從而都會有個低落感喺度。咁點樣去面對呢個狀況咧？因為有陣時我哋經常喺網絡世界度，其實就好難去focus 到自己嘅現實生活究竟有啲咩好嘅地方，例如係同其他朋友嘅相處啊，其他興趣啊，唔單止其實喺網絡世界可以做到，其實現實世界都可以做到。點樣去減少呢類焦慮咧？咁其實適當咁樣抽離喺網絡世界，去同現實世界嘅朋友多啲相處，去發掘到世界之中其實有好多地方係值得欣賞，值得去花時間係同唔同人去相處，咁都係一個方法嚟嘅。家庭上面咧，其實都會經常會遇到溝通上嘅問題啦，父母唔明白你啊，咁呢個可能係世代都會遇到嘅狀況嚟嘅。家庭問題啊，令到父母更加明白到大家嘅狀況咧，咁其實都可以有個溝通嘅時間，每個星期每日咁樣啦，可能10至15分鐘去講自己嘅狀況係如何啊，有啲咩感受，咁其實都會慢慢增加大家嘅代入感啊，知道父母係點諗法，知道仔女係點諗法，咁都其實可以減少兩代之間嘅溝通誤會啊，同埋衝突。咁遇到女朋友同自己散咗嘅時候啦，咁其實都會明白到其實會遇到一啲唔開心嘅狀況嘅。咁其實都係人之常情。咁我會覺得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反思機會，知道究竟喺一段關係上究竟自己會有啲咩情感喺度咧？同埋喺呢段關係上有啲咩做得好，有啲咩做得唔好，都係一個好好嘅反思機會。遇到分手呢個局面啦，咁其實我哋點樣去釋懷自己嘅情緒咧？因為每個人都會遇上呢個狀況，就係自己想得到嘅，但係就可能去到最後都得唔到。咁喺呢個狀況，我會慶幸嘅有可能係我哋越早明白到呢件事，有一個反思機會，會更加係將來遇到同類嘅狀況去慢慢咁疏導佢自己嘅情緒啊，甚至乎遇到其他人有呢個狀況都可以幫到其他人咯。有啲朋友會喺中學上遇到一啲好交心嘅同學啦，但係突然之間要去外國讀書啊，咁難免會有種不捨嘅情感嘅。咁其實喺呢個事件上，其實好大機會都可能要去到外國讀書啊，咁又要去學習到點樣去同朋友道別啦。咁其實人生之中都會經常有呢個道別嘅時間，咁可能係遲或早嘅啫。所以係呢段時間學識點樣去同其他人道別啊，又或者係一個遠距離嘅交流之中，點樣維持個 friendship 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啦。當然亦都可以同父母去探討點解唔想去外國讀書啊？會唔會有其他方法去作為替代咧？咁呢個都可以同父母去傾談呢個環節，因為其實去外國讀書又或者學業呢樣嘢啊，其實都係一個對於人生之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階段啊。咁我諗父母都會願意去同子女有個傾談嘅環節，去了解仔女有啲咩真實嘅諗法咯。所以都可以同父母傾啦。咁二來，如果真係改變唔到嘅話，都可以同朋友學識去點樣道別，同埋去維持一個遠距離嘅關係。咁啊，令到大家可以喺科技昌明嘅時代，亦都可以保持個關係啊，去 keep 住 contact 啊，咁都會對大家有幫助喺度。望子成龍就會係一個好多父母嘅願望啦，無論係成為醫生啊、律師等等。咁其實子女都會有唔同嘅目標、夢想，例如係做音樂家啊、去跳舞啊等等。咁子女都要令到父母有個安心，就係究竟你有呢個夢想係咪一時3分鐘熱度啊？會唔會有實質嘅 planning 去做咧？咁其實子女有呢個目標都會可以有個 planning 去話俾父母聽，究竟你朝住呢個目標會有啲咩行動咧？
例如作為音樂家，你會學啲咩音樂咧？一個禮拜、一個月，你會上幾多個堂啊？考啲咩嘅證書去達成呢個目標，令到你將來可以用呢個謀生。當然，其實唔係每個夢想都係用嚟謀生嘅，咁可能係一個興趣啊咁樣去做啦。咁會唔會係醫生同埋音樂之間咧可以取一個平衡咧？又或者唔係醫生，可能係其他職業，咁會唔會兩者又可以兼容並包咧？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同父母去傾自己嘅夢想係點樣，同埋點樣實踐，令到父母知道原來個仔女已經有一個既定嘅目標同埋 planning 去達成㗎咯喎，咁都會令到佢有個安心去俾仔女去達成呢個目標咯。我諗每個人人生之中都會有唔同嘅程度嘅失敗嘅。咁好似我為例啦，我本身喺中六嗰陣諗住讀大學，但係我就花咗4-5年時間先正式入咗大學去讀本科課程啦。咁其實途中都會遇到失敗啊、放棄，係咪真係好獨特咧？又唔係，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會遇到唔同嘅失敗，但係最重要嘅係我哋點樣去面對失敗呢樣嘢咯。咁當然失敗係會令到我哋痛苦嘅，甚至會想放棄。但係當我哋目標明確嘅時候，知道呢樣嘢係我哋想得到嘅，會有個內在嘅動力喺度，咁啊會令到我哋繼續艱難依然會繼續唔放棄去做咯，去揾唔同嘅方法，去揾唔同嘅人去 support 自己，令到我哋可以堅持去做到呢個完成。如果你有情緒困擾，甚至乎打算有自殺嘅行動嘅話，咁我會建議你去打防止自殺熱線23820000。